我靠，這也太激烈了吧！群批呀，这也太超前了吧！你干什么呢？美术系823宿舍多次大声喧哗，嚴重影響其他同學休息，現給予警告處罰。可芳，哎，齐总，你找我啊？我正找你呢。你最近有看见冬眠了吗？没有。冬眠不接我電話，也不回我短信，我很擔心的。可能是不是他太忙了，所以他就沒時間那個。這些都是客觀原因，連回個短信的時間都沒有嗎？那他就沒顧上了。我真的很擔心他。如果你看到他，讓他給我回個信。行。不行，如果你看見他，你告訴他我在找他。行。戚總，你這麼擔心冬眠是因為什麼事兒啊？怎麼說呢？既然你是冬眠的閨蜜，那我就直說好吧。我和她發生關係的時候呢，沒有帶安全措施。我擔心的是懷孕。不會，我覺得不會懷孕的，絕對不會懷孕的。可風，雖然我不是什麼好人，但是要是我的，我一定會負責的。真的？真的。你沒說漏嘴吧？當然沒有了。不過懷孕這種事兒，女人有志覺，男人也有。怎麼辦？對這種連環奪命 call，我也沒辦法。要不我乾脆把他拉黑吧？太明顯了吧？可是我肚子裡孩子總得要吧？當然要了，你不就為了孩子嗎？可是人家畢竟是孩子的爸爸。爸爸怎麼了？可是男人都一個德行。珊珊來了，珊珊，珊珊。